呢個係本片嘅電動輪椅大細，提供俾大家參考。上集我哋就同大家介紹咗有關金巴、香港巴士同地鐵嘅內容啦。今集就正式入主題，分享我哋喺樂齡博覽展嘅所見所聞。事不宜遲，馬上去片。出發去會場之前，當然要醫飽個肚先啦。正當我哋煩惱緊要食咩嘅時候，眼前就出現咗一間門口有斜坡嘅食店，一於試試佢啦。呢間食店嘅通道同台凳都方便輪椅嘅，食物品質同味道都非常唔錯，唯一就係擺前菜嘅呢個位置，視覺高度對於輪椅使用者嚟講就爭少少啦。總括而言，呢間食店整體算係唔錯嘅，如果有興趣可以嚟試下。食飽飽，係時候出發去會場啦。沿途會經過無障礙升降機、行人天橋、斜坡等等，途中都冇太多嘅障礙，指示亦都算係清晰。對於輪椅使用者嚟講，環境係十分友善嘅。終於嚟到香港會議博覽中心啦！今次會場嘅位置就喺1樓，如果需要搭 lift 嘅話，行上呢條斜坡就可以揾到對應嘅 lift 啦。到咗1樓，會場入口已經近在咫尺啦，大家都急不及待入去一探究竟。樂齡展裏面有各式各樣適合身障者、長者以及其他有需要人士嘅產品展出，而我哋今次就認識咗碳纖維運動義肢、各類輔助餐具、電子寵物貓。職員同我哋講，呢隻貓係有心跳㗎。而我印象最深刻呢，就係便便館啦。呢個展區除咗展示各類型輔具，包括座廁直立輔助器、升降式洗手盆等等，呢度仲展示咗一啲關於便便同腸道健康嘅資訊，同大家一同探究下以往視為比較忌諱嘅話題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仲見識到其他輔具，例如多功能升降沖涼椅、電動助推輪椅、全地形電動代步輪椅等等。由於展品實在琳琅滿目啊，我哋當日真係冇辦法一一盡覽。如果有興趣了解嘅朋友，詳情可以參考返樂齡展嘅官網。另外，樂齡展一般都會喺每年嘅11月舉辦嘅，有興趣嘅朋友到時就留意下啦。而澳門嘅朋友仔就唔使等到11月啦，澳門輔具資源中心設有唔同嘅展區，擺放咗各類型適合長者、不同障別以及其他有需要人士使用嘅輔具。如果有需要或者有興趣嘅朋友仔，不妨去現場感受一下啦。中心嘅服務、地址同開放時間等資訊，可以參考返佢哋嘅官網或者 Facebook。無論係輔具抑或無障礙環境，都係身障者生活裏面不可或缺嘅部分。期望日後各方面嘅設施或者設備都可以更完善，讓身障者能夠獨立自主咁生活，做到真正嘅無障礙生活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無障礙嘅休閒娛樂資訊，就記得緊貼我哋嘅更新啦。今日錄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條片見。